人徒手卸掉怪物的双臂，但下一秒他的双手又重新长出。可男人对此非但不担心，他反而欣喜若狂，只因简单杀掉这怪物难消他心头之恨。原来这个男人叫苏晨，就在刚刚，他只是略微出手便收拾掉高强一伙，没想到江小倩对苏晨执念太深，变异之后的他犹如杀不死的小强一般。江小倩带着无尽的怨念又出现在苏晨面前，这个再次变异的怪物实力不可小觑，我得想办法帮苏晨一把。一旁的段雅见状如此想到，随即他拿起皮鞭说：“苏晨，让我来帮你。”令段雅意外的是，苏晨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立马否决了段雅的提议。我看还是省省吧，你过来只会让我分心。只因段雅身穿护士套装实在太过火爆，而再次变异的江小倩此时突然朝苏晨猛扑。苏晨对此只是轻蔑一笑，他反手就是2个大嘴巴子，冲脸而来的怪物江小倩立马扑街。一旁的段雅见状惊讶的合不拢嘴，只因下一秒苏晨开启了狂暴者状态。此时倒地变异的江小倩再次跳起，她张开血盆大口就向苏晨咬去。苏晨对此非但不慌，他还淡定地站在原地让他咬。下一秒江小倩就咬住苏晨肩膀，可她的尖牙并没有带给苏晨一丝伤害。看来你这满嘴伶牙俐齿只是摆设，接下来该换我了。苏晨似乎对此早有预料，随即他反手便抓住怪物江小倩的双手，然后苏晨往后面纵身一跃，等他落地之时已经把江小倩制住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要开始表演了。苏晨话音刚落，他抓着怪物江小倩的双手便往上跳，下一秒怪物江小倩就体会了一把骨肉分离的酸爽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发出了不甘的嘶吼。苏晨对此似乎仍不解气，本来我还想在末日陪你好好玩玩，不过现在只能提前将你干掉，这真是太便宜你了。但出乎苏晨意料之外的是，断臂的怪物江小倩此时突然伸出尾巴将高强小弟的 body 抓住，下一秒他便将其送进血盆大口。随着肉眼可见的蠕动，怪物江小倩的双手竟再次生长出来。段雅见状顿时吓尿，而苏晨脸上对此仅是多了几分好奇。等他反应过来之后，苏晨立马哈哈大笑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段雅听见苏晨的话也是一脸懵逼，既然你有再生能力，那就表示不会轻易领盒饭，也就是说我可以将你撕碎100遍来100遍。苏晨发疯般的自语道，随即他马上用实际行动来解释，先从左手开始，你放心，我们慢慢玩。扯掉江小倩左手之后，苏晨继续开始扯右手，然后便是他的双脚和尾巴。没想到怪物江小倩的4肢马上又重新长出，很好很好，刚刚只是第一次吧。苏晨看着断臂重生的江小倩兴奋道，接下来他马上又开始了拆肢大业。段雅看着陷入癫狂的苏晨冷汗直流，没多久苏晨便循环往复的肢解了16次，看来不仅是4肢，内脏似乎也可以重生，有意思。苏晨在拆解过程中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不过变异的江小倩毕竟能量有限，她只是坚持到21次就开始瓦解，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。本来还想把你眼睛挖下来看看的，不过还是算了，我可不是什么魔鬼。苏晨对此略微失望，而怪物江小倩肝胆俱裂地问出了3个字：为什么？苏晨只是看着他冷冷道：你问为什么？当然是来自沸羊羊的报复啊！苏晨话音刚落，他便一脚踩爆怪物江小倩的狗头。随后苏晨突然转头望向段雅问：你准备好了吗？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段雅不知所措，准备什么？我刚刚那么勇猛，难道不应该来点奖励什么的吗？苏晨从背后抱着段雅，语气暧昧：现在这种地方吗？段雅闻言顿时羞红了脸，